Hello，大家好，今日咧會為大家介紹我哋全新嘅 iFinch 2026年嘅版本。繼我哋2025年嘅版本上面咧，我哋加入咗唔同嘅新功能啦，亦都喺一啲現有嘅功能上面咧，我哋優化咗啦，加強咗嘅喎。喺版面方面咧，當然啦靚咗啦。至於喺語言方面咧，文字上面我哋仍然係提供緊英文啦、繁體啦同埋簡體俾大家選擇嘅。喺一套 video 裏邊咧，就當然唔能夠去講解晒所有嘅一啲新功能啊，或者提升咗嘅功能啊。咁我哋揀選咗其中一個功能，今日去同大家去講解嘅。咁就係咧退休策劃啦。咁我哋不如咧事不宜遲，我哋進入退休策劃呢個版面裏面咧，睇睇有啲咩嘅更新咗先。入到呢個版面之後咧，大家都見到啦，已經預先咧輸入咗一啲資訊啦，包括佢嘅每月嘅預期退休收入係幾多啦，而家嘅年齡啦。諗住幾時退休啦，亦都係預期退休生活嘅年期有幾長啦，咁呢啲都入晒啦。佢嘅現有嘅儲蓄啦，仲有包括佢嘅而家公積金、強積金嗰啲嘅累算權益啦，佢自己嘅每月儲蓄同埋嗰個每月嘅公積金或者強積金嘅儲蓄啦，有幾多個金額已經入晒落去啦。喺版面上面咧，當然啦，亦都提升咗啦，靚咗咁樣啦。咁喺呢個版面裏面咧，加強咗嘅部分係咩嘢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喺2025年嘅5月1號咧，我哋嘅強積金僱主嘅強制性供款部分咧，係唔能夠再去對沖佢嗰個長期服務金同埋遣散費啊嘛。所以咧喺呢個退休策劃呢個版面裏面咧，我哋就加強咗啦，加咗咧計算長期服務金啦同埋遣散費冇咗對沖之後嗰個情況係點樣樣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而家不如就即刻入去呢個版面裏面啦，呢個箭嘴我哋就入去。入咗去之後咧，就見到啦，我呢度咧都係預先打咗啲資訊落去啦。咁佢嗰個退轉制前啦，嗰個入息係5萬蚊啦。而家最尾如果係退休之前啦，佢個入息係幾多啦？分別係5萬同埋7萬啦。第一日入職係2010年嘅2月1號啦，退休嗰日咧係2040年12月31號。咁我哋睇到啦，轉制前同埋轉制後咧，分別都係大概係15年鬆啲啦。咁 total 佢嘅年資咧係服務咗呢間公司係30年有多嘅喎。咁我哋睇翻下少少啦。咁究竟係對沖嗰個安排喺轉制前同轉制後分別係點樣咧？咁我哋碌低啲睇咧就見到㗎啦。嗱，睇翻紫色呢個部分咧，我哋見到佢嗰個長期服務金咧或者遣散費咧，其實係有20幾萬嘅，22萬鬆啲啦嚇。咁但係咧，僱主嘅供款嘅累算權益強積金嗰個部分咧係有75萬，因為呢度咧係多過嗰個長期服務金啦，同埋遣散費嗰個金額，所以咧真實要再俾出嚟嘅錢咧就冇嘅，係等於0啦。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強積金對沖嗰個安排，就係5月1號之前嗰樣嘢啦。咁但係5月1號之後嗰樣嘢係點樣嘅咧？我哋又再碌低啲去睇啦，嚟翻藍色呢個部分睇翻，我哋見到啦，就係佢原來咧。即係嗰個對沖取消後咧，佢原來咧係有23萬5千蚊啦，嘅長期服務金啦或者遣散費咧係可以俾到佢嘅喎。咁當然啦，咁呢個金額計咗出嚟之後咧，我哋就可以翻去前一版。好啦，翻去呢個版面之後咧，咁我哋就將頭先計算到嗰個金額啦，即係23萬5千蚊啦。咁我就輸入翻喺呢個位啦。好啦，入咗之後咧。咁睇翻下面嘅 result 啦，就會見到啦。如果個朋友啦，或者你自己啦，選取到一個方案係有6厘回報嘅話啦，我用呢個做例子啦。咁佢嗰個每月嘅額外儲蓄咧，就需要係6775蚊啦，就會先達到佢嗰個3萬蚊每月嗰個退休嗰個金額嗰個水平嘅要求啦嚇。咁但係啦，咁嗰個朋友啦，或者你自己啦，我唔想儲足15年喎，因為而家佢50歲啊嘛。儲到65歲就仲有15年儲啦，咁個人覺得或者你自己覺得，哇呢個時間太長喎，咁我可以咧將嗰個年期咧調翻去10年啦，咁我可以喺呢度位打翻10年，咁即係話我唔儲15年啦，我儲10年，咁又如何啊？咁啊分別計咗啦，頭先就係儲差唔多7000蚊啦，咁而家咧係差唔多9000蚊啦，係8900幾蚊啦，咁但係話唔係喎，我其實想儲5年嘅啫，咁我咪去翻啲格裏邊啦，咁我撳翻上下箭嘴啦。去調整翻啦，究竟即係我想嘅年份都得嘅。你當然可以好似頭先咁啦，直接打入去啦，或者係用呢啲箭嘴咧調節嗰個嘅年份都 OK 嘅。咁由8000幾蚊啦，就變咗係15000蚊嘅咯喎，呢度。咁15000蚊咧就可以儲5年啦，就可以到你退休嘅時候啦，或者嗰個人朋友
退休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有3萬蚊嗰個收入嘅水平啦，咁就可以繼續啦，佢退休嘅生活啦，25年啦。嗱，當然啦，如果你係一啲即係個 table 裏面咧啲數字，你唔係好知道點樣去演繹啊或者理解嘅話咧，其實咧就可以咧碌低啲啦。呢度咧有啲文字嘅演繹嘅，咁大家咧可以睇翻呢啲文字咧，亦都可以更加清楚啦，究竟你個安排啦係點樣啦，數字上面咧係點樣去理解嘅。咁今日咧就嚟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拜拜。